馬迷師兄師姐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甩漏我哋最新最爆嘅馬圈猛料同花生啦。尋晚冠軍練馬師爭奪戰一夜之間風雲色變，仲有大師傅同徒弟仔之間嘅殘酷實力對比。廢話少講，我哋即刻瘋狂拆解近日馬圈熱話。尋晚跑馬地夜馬，相信好多捧方嘉柏同莫雷拉場嘅馬迷都輸到懷疑人生。賽前方嘉柏被熱捧為練馬師王大熱門，莫雷拉亦係騎師王次熱。點知呢對黃金騎練組合今期居然交出極度令人失望嘅成績表。全晚方嘉柏出馬8匹。當中有6匹係交俾雷神操刀，結果呢，全部3甲不入，甚至連前4名都冇份。最離譜係第7場嘅福晉同尾場2班賽嘅平凡騎士，兩隻都係頂頭大熱門，結果大熱倒灶，一隻跑第7，另一隻又係跑第7，捧場客真係輸到損手爛腳。睇返數據，雷神自從早前去完巴西客串返港之後，手風明顯大不如前，除咗回港第一晚大殺4方之外，近8次同波士合作，只係贏得4場。網上討論區即刻炸開咗鑊，有網民直言雷神去完巴西跌晒鍋，完全冇咗以前嗰種霸氣。荒山啲馬係咪谷過龍回晒堂？大熱門跑落完全冇走勢。我自己就覺得今次全軍盡墨，絕對唔可以單怪騎師或者練馬師單一方面。有時真係患得患失，雷神發揮的確有失誤，但部分馬匹實力見盡或者狀態回落都係不爭嘅事實。方嘉柏想爭冠軍練馬師，如果雷神一直係呢個狀態，真係有啲危危乎。相反，正當方嘉柏失準之際，沈集成尋晚就完美示範咩叫悶聲發大財。沈集成一開波就憑浪漫鬥士同上普福旺起孖，跟住再贏埋驕陽紅心大演帽子戲法，一口氣贏3場，令沈集成嘅頭馬數字飆升到53場，直接反超，坐上練馬師榜首寶座。今季冠軍練馬師之爭真係好睇過戲，大家一定要擔定凳仔跟貼形勢。轉個頭睇，尋晚另一單熱話，尋晚係法國5月夜主題賽事，重頭戲當然係法國賽馬會杯。法國籍騎師巴道本來諗住威翻次，策騎第3熱門風神出擊，可惜姍姍來遲，最後只能夠屈居亞軍。親手將自己國家主題嘅獎杯拱手讓人，而搶走呢隻杯嘅，正正係由告東尼訓練大師傅布文操刀嘅奔放。布文尋晚發揮出頂級韁繩，一放到底大熱贏馬，幫隻馬相隔足足1年後再次拉頭馬。不過呢場頭馬背後嘅故事先至最惹人熱議。大家知唔知告東尼今季其實一直好俾機會自己2個得力門徒鍾易禮同埋蔡明少，佢哋2個加埋今季騎過奔放足足10次，結果次次都係無功而還，搞唔掂隻馬。但係一轉交俾布文，人哋只係騎第2次，即刻幫隻馬交代贏馬。我哋一齊睇下片先。會杯準備大熱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奔放啊，都相當快閘啊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數出嚟啦，有贏威馳，中間呢仲有馬路啊，外邊嘅騰龍踏雪啊，最出黃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極光之子啊，後多層啊馬啦，優才啦，後邊3匹風神響尾3，尾2啊超易穩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長勝將軍嚟㗎。開始轉呢個滿貫彎嘅時候啦，
前面放嘅馬匹咧就係埋欄位置係有呢隻就奔放嚟㗎。外邊第2位就騰龍踏雪啊，第3位出邊黃衫呢有極光之子啦，內欄第4有贏威馳啊，白衫第5位就馬魯啊，後邊嗰4匹馬風神優才啊，殿後一對咁啊潘頓紅衫尾子內欄長勝將軍莫雷拉響個外邊啦，暫時殿後嗰匹馬呢係超易穩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咯，前面就貼欄放有奔放嘅騰龍踏雪就第2位啊，再見到第3位嘅馬啦，咁啊外邊位置黃衫啦就極光之子啦，內欄第4就有贏威馳啊，第5位啦白衫就馬魯，後邊嗰4匹風神優才啊，尾二紅衫係長勝將軍啦，殿後個馬匹仍然係超易穩嚟嘅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似乎唔係好快嘅啫喎，奔放依然係佔先咗大約1個身位嘅，第2位有騰龍踏雪啊，內欄有贏威馳啦，外邊黃衫呢仲有呢隻極光之子啊，咁啊中檔呢第5位到啦，打緊邊白衫揈出去就馬魯，再後啲先見到馬匹有風神博入邊長勝將軍大外檔係優才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奔放接離咗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，見到大外檔上嚟㗎嘛，就係呢隻優才嚟㗎。咁中檔位置有風神啦，入邊係長勝將軍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已經走甩咗後邊嘅對手個幾身，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風神啊！網民見到呢個賽果，紛紛留言串爆，騎10次都唔贏，人哋騎2次就搞掂。堪布文放頭尺寸真係拿捏得太好，大師傅真係大師傅，級數爭太遠啦。我嘅睇法係，跑馬好多時真係好現實，騎師嘅級數同卡士喺關鍵時刻就係決定勝負嘅分野。奔放呢類馬要自己主動領放，對騎師控制步速嘅要求極高。布文喺判斷形勢同流放尺寸上，的確比2位本地騎師高出一個層次。徒弟仔們真係要好好檢討下，努力提升自己嘅騎功。如果唔係啲好馬，只會繼續流失俾外籍大師傅。好啦，今日呢個馬圈猛料整合就講到呢度。大家對尋晚雷神方嘉柏嘅大走樣，同埋布文完美雛形2位徒弟仔有咩睇法？覺得條片正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 share 俾你身邊一齊睇馬嘅朋友，同埋喺下面留言話我知你嘅心水。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